上次去完海港匯，今次去佢同一集團嘅呢一間嘅海港酒家。今日嚟到荃灣中染大廈7樓海港酒家。地鐵就 A3 出口，沿住條橋去到中染大廈搭電梯，一出電梯門呢就會見到㗎喇。酒樓大致嘅設計同埋佈局。海港酒家比海港匯嘅價錢略為平少少。呢度嘅茶位1至5 10蚊，星期六日假期茶位11蚊。我哋嚟到嘅時間係1點幾，都唔使等太耐就已經有位啦。而分配嘅位置都幾好嘅。今日星期六日假期嗰個點心收費呢係會貴少少啊，而佢平時嘅點心如果係2點鐘之後入座呢，佢全部以小點計算，小點呢就係18個8，講緊係1至5嘅。而星期六日假期呢，佢就會分小點、中點、大點、精點同埋特點。小點嘅價錢呢19個8，中點嘅價錢25個8，大點嘅價錢27個8，精點嘅價錢29個8，同埋特點就係32個8。而家呢一籠蝦餃係特點32個8，呢一籠蝦餃佢個皮都幾薄，晶瑩通透，蝦都幾大粒。一籠蝦餃如果係1至5呢，就係28個8，即係貴咗4蚊。白花釀魚肚就係精點29個8，如果係1至5呢，就係26個8，似乎都幾好食咁喎。今次呢一個呢，飲茶都必須要叫嘅就係山竹牛肉球。山竹牛肉球呢係小點啊，平時18個8，星期六日呢就19個8，即係比起平時計1蚊嘅啫。炸芋絲一碟有3粒，佢都炸得幾好味啊，好濃嘅芋頭香味。叫咗呢一個瑤柱蛋白炒飯98蚊，佢呢一個瑤柱蛋白炒飯炒得幾好啊，好乾身，唔會好似好油嘅感覺，都幾多瑤柱下。咁佢嘅蛋白呢，就係切成一粒一粒，可以睇到嘅，食起身嚟比較有口感。有啲青綠色嘅菜，紅蘿蔔，呢啲係蛋白啦。我覺得呢個飯都幾好味。又叫咗呢個煎釀孖寶大點27個8，如果係1至5呢，就23個8。叫佢畀一個辣椒油嚟到去點下，佢呢個辣椒油係幾靚喎，如果鍾意食辣嘅不妨試下。呢個煎釀孖寶賣相唔錯喎，擺碟都擺得好好。呢個孖寶係用咗長嘅青椒拼茄瓜，釀咗啲鯪魚肉，賣相好，味道好。呢一個係甜醋豬腳薑精點29個8。跟住叫返個甜品紅棗糕中點25個8。今次好平均，大中小點都叫咗啦，亦都叫咗精點同埋特點，叫咗一個炒飯，總共叫咗8樣嘢。今次呢，連埋茶位埋單就係300幾蚊，嗰碟飯呢就會佔嘅比重多一啲。補充返啲資料，如果喺地鐵站行過嚟呢，就 A3 出口去到中染大廈，上電梯7字樓就可以見到噶啦。如果喺呢一度飲茶呢，食夠300蚊呢，佢可以有3個鐘免費泊車。